聽朝6點，你做緊乜？早晨 Alex，我發現你客廳冇人，應該已經瞓晒覺。AI 管家已經幫你熄晒所有燈同冷氣。你爸爸尋晚去廁所好頻密，AI 管家建議你最好打個電話去問候下佢情況。我頭先唔係同緊屋企工人傾偈，我係同緊我嘅 AI 管家通過 WhatsApp 傾偈。我唔係返工，我係建立緊一個用 AIoT 科技嘅 AI 管家，令我哋更安全、更方便。你以為6點嚟就係食早餐？我喺 BNI 度尋找學校、酒店、老人院、辦公室嘅合作伙伴。對於我嚟講 ，BNI 俾我嘅唔單止係 referral， 而係一個生意嘅加速器，引爆科技嘅增值潛力。科技唔再係冷冰冰同埋陌生，而係由 BNI 嘅合作伙伴去演繹我哋科技產品嘅優勢，合作共贏，同我嘅上下游合作伙伴互相補位，做更多更大嘅生意。公司科學園12年，工廠超過2000人，同香港發展商同各大院校建立超過4000個智能宿舍及智能家居，全球售出已經超過60萬件 IoT 智能產品。我哋唔係得個講字，你再唔使擔心收又收唔到，裝又裝唔好，壞咗人又揾唔到。BNI 徹底改變我嘅格局。機會會幾時嚟？有準備嘅話，機會會自己飛埋。你準備好迎接智能科技生意爆發點未？揾我 Cool 住 Alex Cheng 傾下啦〜